你当了将近20年的立委，你就只做报税这件事。他4连霸的立委，我4连霸的立委，我们来比政绩，做了很多事情，他对你还是因为你是民进党，所以我也希望说借这次我来挑战看看。我不相信维持了将近20年的没有翻转过的信义区，真的无法翻转吗？他4连霸的立委，我4连霸的议员，我们来比政绩，比政绩，比实际的政绩，你为地方做了多少事情，我们来比政绩，我们拿出成绩单来当大家来检验。好，所以我这场选举我也不会去打所谓的口水战，我也不会去打抹黑战，我打的就是政绩牌。他说他基层耕耘做的很多啊，他就是摆摊去报税，就报税这一块，对，很有名啊。是，然后他不断的在广播电台宣传他报税。我要反问的是，你当了将近20年的立委，你就只做报税这件事吗？那请问一下，我信义区的经济发展在哪里？我信义区还好是这些本身的这些企业自己会去寻求他们自己的管道，去创造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。可是你有没有去松绑相关法令，让这个地方的产业发展更蓬勃？所以我每次去地方走的时候，很多民众看到我都跟我讲一句话：有，我有看到你在做事。其实这句话虽然只是轻轻的一句话，但是这句话对我来讲我很感动，是说你看到我在做事，你不是看到我在作秀，你看到我在做事，因为这是从民众口中看到我的第一个印象，说你有在做事。像枫桥新村，它是一个眷村区，里面有300户的住户，他们大概20年都喝，因为他们的那个自来水的管线老旧，然后他们打水都要因为在山边嘛，靠山边，所以他们水质其实不好。可是那个老旧的管线其实应该要重新更换，可是因为经费预算太高，所以他们那些的居民就一直都没有换。后来我就想办法去找了自来水处跟他们沟通，找了自来水处的一些基金来协助他们，然后我们就把20年没办法换的这个管线给换了，做了很多事情。他对你还是因为你是民进党，他这样是有点包袱的。那个就是在所谓的深蓝没办法改变的撼动的那一块，你在为他做更多事情，他还是会觉得因为是民进党，所以他不投给你。虽然他那个婆婆她就是这样跟我讲，她说她真的很喜欢我，她也知道我很认真做事，但她就民进党这张票她就是都盖不下去，这个就是让我比较沮丧的。那